记载伫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2章第1节到第8节。约翰福音12章第1节到第8节，白话字圣经第118页，其他版本请看荧幕。所以，耶稣伫搬过节前6日到伯大尼，就是拿撒勒所住的所在。伊是耶稣对4人中互伊国外的，因就伫遐为着耶稣被办营长马大在侍候。拿撒勒也是当道的一个。玛利亚就摕一捆极贵气真的拿达香油抹耶稣的骹，佮用家己的头毛拭伊的骹，香油的芳满出。有伊的学生一个要卖伊的，就是加略人犹大讲，写书毋将即个膏油卖银仔300个来互送洋人啊！伊讲安尼，毋是因为伊关心伫送洋人，是因为伊是贼，佮管钱地偷摕所下的纳订。耶稣就讲，出在伊将即个留地到我埋葬的日，因为常常有送洋人甲恁伫地，若是我无常常甲恁伫地。以上，请本堂柯成凯牧师来讲道，题目是常常做伙，常常做伙。咱同心来祈祷，全能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给阮一届组织，来用你的话语成做阮的帮赞。只是求你的信心运行伫阮中间，互阮去听见你要对阮所讲的话，启示阮每一个人，互阮来领受对你遐来的恩典。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常常做伙，你甲啥人常常做伙？伫过去即礼拜内面，你甲啥人有较长的时间恁做伙呢？若是对学生来讲，可能伊规工拢伫学校，所以甲伊做伙的人拢是伊的同学。若是讲咱是上班的，可能伫公司内面，咱甲咱的同事常常做伙；也是咱伫厝里，咱咧等候咱厝内底的人的时阵，咱嘛有真侪时间甲咱厝的人做伙。顶面讲的遮个，拢是因为甲咱有关系，咱看会到会遮个关系的人，咱甲伊做伙，其实咱毋通袂记哩。还佫有足侪人甲你做伙。这个人可能甲你无有直接的关系，但是因拢甲咱做伙。伫过去即礼拜，咱爱关心的是伫台湾发生的代志，就是咱的政府要通过即个两岸服务贸易协议。这个协议包含着咱所有的食衣娱乐住行每一个层面。对真细间的店面到真大的大卖场，拢会受到影响。其实，咱真侪人毋知即个协议的内容到底是啥物，但是却是伊通过了后，咱每一个人拢深深去受到影响。伫过去这段日子，咱教会嘛为着即个来祈祷，因此伫拜日的时阵，其实应该讲伫拜一。咱的执政党强甲通过送入去到立法院内面的时阵，有一群人无爱互即个协议会当通过，所以就占了即个立法院的议事厅。虽然因用的方法，咱会当过来讨论，但是因所表达出来是咱人民所担心甲无明白的一个方式，为着是要互更较侪人来关心。这是甲你我有关系的代志，所以当3月18拜日暗时，我知影这个消息了后，有一群学生入去到立法院内面，为着要反对政府用一个黑箱作业，要来通过甲中国大陆的这贸易协定的时阵，我转去拍开电视，却看无任何的报道，
敢若有一台，伊咧报的是用抹黑、用谴责的方式咧批评遮个学生，讲伊造成混乱、造成暴动。佮讲遮个学生无要读书去遐要创啥物，遮个讯息、遮个消息。但是因为网络的发达，透过网络、透过 Facebook， 将侪的资讯提供出来，有无共款的角度的相片，无共款角度的影片，互咱会当对遮渐渐去了解到底发生啥物代志。而且咱才法度做出判断。这个服贸协议对台湾造成的影响，可能超过咱所想象的。因为经过遮侪人、教授、学者因来分析了后，其实需要咱众人的关心。但是真遗憾的，伫过去这几年来，毋知是政府特别无爱互咱知，还是咱人民百姓对这件代志无兴趣。也是讲，这个是一个政治的问题，咱就甲排除在外。只要是甲政治有关，咱就莫去捌。但是，伫咱选举的时阵，咱迄阵才感觉讲，咱有一个投票权，咱敢若咱是一个主人，咱甲这票投入去了后，咱就将咱的未来、咱的权利交互政府啊。有一位神学家，伊咧讲。当咱用侪方式咧传福音的时阵，那你咧传福音的时阵，你无要讲迄个时代所发生的问题，那安尼你无完全将即个福音的真正意思传扬出去。这个就是讲福音甲社会的关联性。有时啊，其实讲真侪时间，咱拢甲上帝看了真细。咱拢敢若伫礼拜堂内面，咱才讲敢若上帝伫礼拜堂内面，伫教会内面。若是伫教会以外，出了教会大门，就甲咱拢总无关系。伫过去我伫神学院受装备的时，我的讲道学老师就是马约翰牧师，伊甲我分享过一件代志。伊讲，当恁明仔载要上讲台去讲道的时阵，台湾发生一件大代志，你咧讲道的时阵，一字拢无要讲，那安尼，你的讲道就甲你的生活、甲你的社会实况脱离了。所以你讲的话，其实都毋是真正的福音。上帝的话，其实是对每一个时代、每一个时刻、每一个无共款的状况、每一个人拢咧讲话。那伫宣扬福音的过程中间，咱对咱周围的环境，拢无任何的关心关怀时，那安尼咱来怀疑，咱敢是真正咧跟对耶稣基督？伫咱徛起的台湾这个土地，毋单一件代志尔，其实也阁有核事核能的问题，阁有社会公益的问题，阁有国际的遮个问题。那安尼，咱真做一个基督徒。咱敢会当用上帝真理、耶稣的教示、信心的引传，咱来去回应，而且付出咱的行动。伫福音书的记载内面，耶稣甲迄时阵的人所想的、所看的是无共款的。耶稣一直咧一直甲遐弱势、丧向的有罪的人做伙。对耶稣的教示，对耶稣的行动内面，你看到啥物？伫今仔的经文搬过节的前6日，耶稣搁一摆行到伯大尼这个所在。这个所在是进前耶稣为着拉撒路行久外神力的一个所在。今仔日搁来到这个所在，有人为耶稣备办宴席，马大伫边仔咧服侍，对死搁过外的拉撒路嘛坐伫即个内面。信心要互咱看的是，搬过节是一个死羊羔、抬死羊羔的日子，确实是一个战胜死亡关系的一个所在。所以要互咱看见的是，
对死亡中，咱会当得到新的生命这个事实。所以伫这个宴席内面，有叫人对死过活的主耶稣，有经历死过活的拉撒路，还佫有亲目睭去看见过活的马大、玛利亚，以及侪门徒甲军队伊的人。这些人是做伙咧用餐，伫一间厝内面，因做伙用餐的时，忽然间规间厝充满了芳芳的味。大家闻到这种味，一时仔就知，这是一个真珍贵、贵重的一个香油所发出来，香油所发出来的味。所以每一个人可能心内拢在想，是啥人将这个香油摕出来？这么贵重的物件，要互什么人来用？耶稣知影，耶稣知影这个香油摕出来这个时间，是因为玛利亚的感动。伫玛利亚军队耶稣的一段期间，玛利亚敢若是听有，而且知影耶稣伊要行的道路，以及伊将来所要面对的处境，所以伊就照着犹太人的思想，伫人死了后，伊的身体爱用香料、香油来抹全身，然后用布包起来，然后再当放伫坟墓中间。这种极为贵重的香油，放伫耶稣的身躯顶，是玛利亚献出来。这是甲耶稣的身份是相称的，因为这个这么贵的油，无即个伫伊迄时阵的价值会当换济，会当换着偌济的金钱，是因为玛利亚甘心乐意奉献出来。耶稣清楚知影，家己一步一步行往十字架，是为着救赎人爱往前来行的。为着爱的缘故，耶稣必须要完成伊所领受的使命。今仔日经文中间，咱就会当清楚看到耶稣伊要领受的这个使命。那安尼，各位兄弟姊妹，你的使命是啥物？伫迄当时，在场所有人拢互即个芳芳的气味所吸引，而且心内拢在想：是啥人用遮尔贵重的香油？是啥物人要用遮尔好的物件？也是今仔日有啥物重要的代志爱使用即个物件？在场的人看到玛利亚将即个极贵的香油倒伫耶稣的骹顶，而且佫用头毛去漆的时阵，侪人可能心内拢在想：遮尔贵重的香油，你哪会遮尔浪费？门徒中间的犹大，伊佫直接讲出来，伊讲：遮尔贵的香油，哪会无爱摕去卖钱？遮尔好的香油，会当卖着真好的价销。你会当摕，咱会当摕去救济遐送香的人。圣经后面是安尼咧形容犹大。伊讲犹大，伊毋是真正去关心遐送香的人，因为伊是一个贼，伊管钱，伊会摕遐公款。就是讲犹大的心内，伊敢若关心家己所需要，特别是钱这方面的欲望。所以当伊看见玛利亚将这个香油倒伫耶稣的骹顶的时，伊心内有可能安尼想：这罐油若是我的，偌好啊！我会当甲伊卖掉。我的钱袋仔内底就加一条钱啊！这是咱对圣经中去看见的，咱真容易将犹大该贴上一个标签，该定型做伊就是安尼的人。虽然伫过去的历史内面，真侪圣经的研究的学者、神学家，拢有真深入的研究犹大对伊的生活、对伊的历史的方面，对等等的遮来研究伊。但是，咱常常拢会将伊定型。那呢，对犹大这件代志，咱爱想的代志是，咱敢定定用应该来看别人？咱是毋是定定用你家己的经验来看别人？一生的果效是由心而发的。咱一世人，咱咧想的、咱咧做的，是对你的心来发出的。咧提醒咱，
咱毋若干那用我听着、我看着，落来决定。更较重要的是，咱敢有用咱的心去了解。耶稣讲，互伊做吧，伊留落来是为着要安放我迄日所用的。所以定定有送香人甲你做伙，但是你无定定有我。我想迄个时阵在场的人，敢有真正听有耶稣所讲的话吗？各位兄弟姊妹，咱敢有听有耶稣所讲的话吗？当耶稣接受了玛利亚为伊备办的香油，接受伊献上即个极为贵重的礼物，我想即个香油是伊出自伊内心的奉献。耶稣就接纳啊！耶稣讲，常常有人，遮送香的人，甲恁做伙，是应用《申命记》第15章11节。耶稣引用《申命记》15章11节，伊讲：伫恁大的所在，定有送香的人，所以我命令恁，必须要用送香甲有需要的人，伸出恁的手。这段经文是伫《申命记》内面说明安息年了后的一个命令。耶稣用这段经文是要甲咱讲，咱毋通做对家己有利的好事，超过咱对送香人以及需要来的人的关心。其实这就是耶稣伊一直咧做的代志，关心送香人弱势也是人真正的需要。那呢，咱阁有一个问题爱去思考的是，咱定定咧做真侪工事工。耶稣讲，送香人甲你伫地，我无甲恁伫地。咱做即侪事工的时阵，咱就要来想即个问题。咱拍开咱教会的行事历，咱来看到每一礼拜拢有共款的代志，还阁有无共款的代志咧进行，看起来足无用的，无时间。也是讲服侍的人无够，但是即个时阵，咱敢有将上帝主耶稣放伫边仔？咱是毋是进行每一项的事工的时阵，无论是咱咧备办，还是咧进行的时，咱拢会当互主耶稣做咱的头，互主耶稣来带咱往前行。伫即马现在的社会，也是即个世代内面，咱袂当阁干那用金钱、物质的方式来认定咱所想的迄个送香，也是讲即个定义爱阁做一个解说。咱用上帝的眼光来看，其实爱看的是咱心内的迄个送香，因为咱人常常会用咱家己最中心，特别是一个群体、一个团体内面的时阵，当咱拄着试炼、挑战、引诱的时阵。咱第一个拢会想到家己有啥物款的结果是对我上有利益的，我所想的方法、行动是对我有帮助的，我要得到的是啥物物件？伫即礼拜立法院所发生的代志，显出政府，尤其是遮掌权的因的想法，其实有侪的人咧评论啊。但是，即个中间，我家己去看到的是，即个政府伊忽略了人民伫生活顶面的需要，伫生存顶面的需要，伫安全顶面的需要，伫免于恐惧、毋免惊吓顶面的需要。特别是即届的代志，因为无公开、无透明，所以咱百姓无法度真正去了解。而且咱提出的人提出问题、怀疑还是问因的问题，因拢无法度来说明。所以咱每一个百姓的心中，咱所惊吓的代志，这咱无法度解决。所以当即群学生对3月18号入去到立法院到今仔，我透过侪的资讯。网络也好，报纸也好，电视也好，为无共款的人所发出的去了解这个协议的内容了后，我有一件代志我无明白，
就是政府，特别是总统，为什么要强行通过？伊哪会无爱说明呢？我无多了解。咱翻头过来看这群学生，我相信咱在座有几位应该有兄弟姊妹有去到台北的现场，有足侪人透过媒体、透过网络来了解这件代志。伫遮学生经历了即几天真寒，搁落雨，搁有侪人来支援因的时阵，因渐渐形成一个有纪律、有组织的一个行动的团体。你若去到现场看，你会发觉遮个囡仔，因家己主动来做真侪代志。因嘛真主动，咧知影因爱做啥物代志。我真正要对因讲，因所展现的是有一个有次序，而且主动，而且自律，互台湾的未来有一个新的愿望。透过这件代志，我知影新的世代已经会当承担咱台湾社会的责任嘛。有人讲，咱的选择会当显现出咱的所相信的价值。在座的各位兄弟姊妹，咱拢选择，而且执意要来跟对耶稣基督。咱拢选择上帝赐予咱每一个人的这个救恩。咱拢选择互信心来引带，成做咱的帮站。那呢，咱要显出的是啥物呢？咱选择相信耶稣，却是咱家己关心你家己尔。咱选择相信上帝所赏赐予咱的救恩，你敢若关心家己尔。咱选择互信心来引带，却关心你家己的需要尔。也是，咱选择相信耶稣，就照着耶稣的教导去关心陪伴咱需要的人。咱选择接受上帝的救恩，咱就愿意去分享咱所领受的恩典。咱选择互信心来引带，咱就会当搁去较看见别人的需要。伫过去这2年来，台湾所发生的代志，对军中的洪仲秋的事件、核四的议题、家庭婚姻的议题，到今仔日，遮侪的代志，都是真实存在伫咱的生活中间。你敢会当讲甲我无关系吗？1945年，德国的牧师马丁尼穆勒伊捌安尼讲，伊讲当纳粹咧杀共产党的时阵，我无出声，我无讲话，因为我毋是共产党的党员。当纳粹咧杀犹太人的时阵，我嘛无出声，因为我毋是犹太人。当纳粹咧杀工会的成员的时阵，我嘛无讲话，因为我毋是工会的成员。当纳粹咧杀天主教徒的时阵，我犹原无出声，因为我是信教的人。当纳粹咧杀我的时阵，已经无人会当站出来为我讲话了。今仔日，咱总会伫立法院有设一个服务区，嘛有禁止祈祷的所在。以及台湾神学院、台南神学院、玉山神学院，以及北部的大专中心的侪学生、牧师，拢去到现场，嘛设立了一个静坐区。搁较侪基督徒的青年学生，拢伫迄个所在。因伫遐是为着要来实践基督的信仰。我要去遐要创啥物？我去遐要做啥物？我想，伫台湾基督教会内面，咱伫昨总会已经发表了一个呼吁。这个呼吁，我用华语来读一解，互大家听。对学生反黑箱服贸公民行动的肯定与呼吁。本教会肯定3月18晚上，许多学生基于良知，以爱与非暴力的方式保护台湾民主、占领立法院议场的行动，同时也肯定各地前来声援的青年学生
及长期阻挠服贸协议的公民团体与政党。因此，此次行动开创了台湾民主政治新契机，唤起全民积极关心台湾公共事务，防止经贸发展过度倾中，危及台湾的独立主权。由于国民党立委张庆忠顺应马英九总统的指示，进行将服贸协议送交立法院会存查，违反委员会逐条审查、严格把关的政党协商默契，利用国会多数暴力，让主政者任意妄为，罔顾台湾人民的权益，有如回到独裁统治，让多年来台湾已建立的民主制度受到严重威胁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基于信仰立场，关切台湾前途，于1977年8月16日发表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人权宣言》，主张台湾的将来将由全体住民决定，促使台湾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，并根据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白，教会受召通过爱与受苦，成为盼望的记号。因此，本教会众多牧长、弟兄姐妹参与反黑箱服贸的公民行动，就是基于信仰所做的见证，以此来守护我们的国家台湾。因此，本教会一肯定学生青年坚持以非暴力的公民行动，要求马英九政权退回服贸协议，遵循台湾民主机制；二，呼吁教会牧长兄弟姐妹以实际行动共同参与守护台湾民主，并为在场的青年学生、公民团体、群众迫切关心代祷。箴言29章第2节：一人增多，民就喜乐；恶人掌权，民就叹息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议长许荣峰、总会总干事林芳忠在昨天所发出来的。那呢，咱来看，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内面，其实已经有清楚甲咱讲，咱还有安怎样的行动。所以，这是我邀请大家过来读一届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，来咱齐声来读。万信上帝，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，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，施行审判甲拯救。伊的囝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做人，做咱的兄弟，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。伊对受苦得十字架死过活，显明上帝公甲公义，互咱甲上帝和好。伊的神就是信神，踮伫咱中间，手事开力。互阮伫万百姓中做见证，直到主过来。万信，来，小等下，万信，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，记载伊的救赎，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。万信，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体，受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，做和解的使者。是普世，各定本伫本地，认同所有的自民，通过听甲受苦，来成做毋忘的记号。阮是对上帝恩典来悔改，做得赦免，用虔诚、仁爱甲献身的生活，归荣光上帝。阮是上帝互人有尊严。在人以及乡土来有份伫伊的创造、负责任，甲伊三角管理世界。对安尼，人有社会、政治甲经济的制度，也有文艺、科学，阁有追求精神的心。总是人有罪，误用这的温素，破坏人万物甲上帝的关系。所以，人着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要互伊对罪恶中得到投放，遭受压制，得到自由平等，伫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，互世界成做伊的国，充满公义、平安、
阿门。伫拄仔咱所读的信仰告白内面，有讲到咱爱定稳伫本地，就是咱爱去关心伫台湾的公共的事务，搁较知影咱人是有罪甲软弱的，所以咱要去，我要去，是要来实践耶稣的教导，要甲送向的弱势需要的人做伙。尤其当社会不公不义的时阵，咱真做一个基督徒，搁要徛出来出声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金恩博士伊安尼讲，伊讲不是坏人太嚣张，而是好人太沉默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耶稣清楚地甲咱讲，咱爱入去关心甲遐送向的人做伙，因为因是真实伫咱的生活中。搁较重要的是，咱爱去关心，爱有行动，关心台湾的社会、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等等的议题，将咱的信仰落实伫咱的生活中间。愿咱都会当来领受上帝的恩典，将这个恩典放伫咱的生活中来实践出来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会当成做你的囝儿，享受你互阮的恩典。今仔日，阮会当伫台湾这块你所赏赐的土地顶面生活，而且认捌你，阮充满感恩的心。阮伫遮要恳求你，互阮伫面对现今社会议题的时阵，阮有智慧去分别，知影上帝你要互阮学习的事物。